多谢俊平，这个嘛是意外现场发生伫中华发生一件查甫囡仔渡水的意外。一个7岁读国小2年姓陈的查甫囡仔，昨下课了后，就一直无转去。厝内人出门找，结果呢，伫当地市啊边圳的边啊，发现这个查甫囡仔脚踏车搁制服，相对得到消息了，赶到现场，先通知水利会关水，一直找到半暝12点外，伫下游水门边发现这个查甫囡仔，不过伊已经无开啊。 相队员用手电仔伫边圳咧找失踪的7岁查甫囡仔。大家对暗时7点一直找到半暝12点外，总算伫水门边啊发现查甫囡仔，不过已经无喘气，送病院是过身，互难懂的爸爸真伤心。边仔的公仔运动器材还咧耍。 啊嘛唔知为虾米会走遐咧耍水，昨暝家己去的。哦，家己一个人去的，对对。啊，讲个乌巴桑有看到，看到伊伫遐咧耍。意外发生伫中华溪州昨下晡，读国小2年姓陈的查甫囡仔下课了后一直无转去，亲人出门甲找，结果伫边圳边啊看到伊的铁马含制服。啊，衫都放伫铁马顶。哦，这楼梯哦。嘿啦，这楼梯上面楼梯啊。这也个爬落哦。 走倒是安怎落嘛，无人看嘛，无人知啦。只是讲就是下游车。附近的居民怀疑讲，当时查甫囡仔是看过风雨乍暖，爬落时工的铁推升水，结果迄天伫水嘛有人跋落水失踪。敢若是咧放水找遗体时，影响到溪州这边的水位，加上边圳为着灌溉会定时放水，造成查甫囡仔未赴离开，发生意外。消息传登去学校，老师嘛真艰苦。 我们上周其实才刚做过水域安全宣导，但非常遗憾，还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老师讲，查甫囡仔平常时拢是阿公咧照顾，较活泼，所以拢会甲囡仔讲袂使落耍水。水利会嘛强调，岸边有细风雨暖，嘛有警告牌禁止民众挖近，想袂到要是发生意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